就是出产线是你的愿望。海绵宝宝，那就敲敲脚板。你渴了吧？伟丽，这个是用台南凤梨打的金钻多多吗？看起来超好喝的耶！除了金钻多多，我的凤梨绿茶又香又甜，而且刚好有金钻凤梨那种甜蜜蜜的酸酸甜甜的滋味，非常的好喝哦。而且金钻凤梨除了富含叶酸维他命 C 钾离子对于我们爱漂亮的女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A few moments later. 台湾的农民非常厉害，凤梨除了有苹果香气、牛奶香气、桂花香气等品种，还有释迦凤梨，直接剥来就可以吃了。像我一样不会削凤梨的人来说，非常方便哦。台南是台湾种植凤梨的第2大产区，凤梨在夏天可以拿来入菜，包括像是我们的凤梨炒饭、凤梨虾球、夏威夷披萨，被范围非常广呢。那可不是，台南的凤梨香又甜。现在疫情解封啦，很多人都冲国旅，要不然就是冲出国。但是我们的阿哲市长也没闲着哦，他带着我们的关庙凤梨冲到东京，冲到香港，冲到全世界呢！哇，这么厉害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理事长来，我们准备峰会。凤梨心。好来，它的声音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么的脆，对，因为鼓声跟骂声有差，所以鼓声跟肉声，有一首歌，市长来了，现在很多人是好像有人是2组、3组、5组、7组在订，对不对？2023台南凤梨红水季婚礼所得制。好，然后关帝爷凤梨酥赞不赞？赞。6月我们全台湾都在盛今年第2次了，今年是第2次，因为前年、去年也都有那除了凤梨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台南的农特产品，像等一下又要去你的选区看芒果还有等一下下午又要去看我的兰花还有看这个我们其他许多农特包括文旦，还有包括其他很多好的台南农特产品。部分我们在东兴食品产接触了蛮多的通路商，所以说很多通路商对于台湾的这个包括芒果的果丁、凤梨的果丁那个时候芒果还没上市嘛所以说拿一些冷冻的果丁，他们的印象都非常好。所以说我相信今年应该经过政府的大力行销，还有民间的自主努力，我相信今年的果品的出口应该还会比去年比起来应该还会更好。
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为南台湾起家青金陵建筑团队，日前伫市长黄伟哲、甲副市长赵清辉见证下，由董事长林聪林捐赠300万，予台南市的社会协进会、心智障碍关顾协会、甲主攻心障协会等3个社会福利团体，每一个团体100万。帮助推动心障的福利。今天让我个人非常的感到感动与感谢，也就是我们经营事业有成可以说是少年英雄雄才大略我们的林董事长，能够在这个台南市的蛋黄区中的蛋黄区平实营区来立案，来做这么大的建筑，尤其是在15层楼200多户的这个建案里面。可以说看到我们整个平实营区非常好的都市机能，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坐落空间。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动工典礼中，我们还看到了对于七景林建设在回馈社会以及帮助弱势的这个道路上，一起来捐赠我们3个社福团体，总共300万的，真的大家掌声鼓励鼓励。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哈，所以说这个企业跟社会跟城市共同成长，我们非常感谢。7月1号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不管是在囤房税，我想都要做某一程度的一个在房地产的一个控管。那我们也乐见未来这种地上权过产署推出的这样子的土地，它只租不售，70年的权利。那这个在全世界各国，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包括英国，这个人家已经实施100年以上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段，那结合四面临路2块土地，快4000坪，在全台南最好的东区最好的平实营区，我想这个地段是绝无仅有。那也很感谢这个机会，那让我们来这里参与建筑。那我想我们会尽心尽力把这样的建筑盖好，提供给台南市民或是台南以外的市民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青金陵集团将公益融入企业的文化，对109年捐款台南市3个公益团体，今年透过立委林义景的媒合，再次捐赠3个社会福利团体，捐赠动工结合青金陵梦公园的动土典礼。现场贵宾分级，和位伫南港市区核心的梦公园的处长结合公益，会用的美梦成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场充满热情活力的反毒特色在地甲跳舞比赛，伫国军红鸭鼓水的表演之下，正式拉开序幕。这场活动由教育部台南市联络处甲台南市教育局举办，为着让学生伫暑假期间有正当的休闲活动，特别透过歌舞等比赛举办，提供学生表现自我的舞台，远离一切歹习惯。我们透过倡导正当的活动，一方面也提醒，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不断的在宣导跟提醒了，就是不要去接触这些，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接触了这个相关的毒品，让我们反毒的讯息，或者是健康的、有力量的学生们的力量传递到各个校园。该不会你们有吸毒吧？对啊，我有吸毒过。完蛋了！这场比赛吸引16支队伍，162位学生来参加。舞蹈除了爱精彩之外，更爱结合反毒表演等相关元素，来比什么人较有创意。要怎么样去避免有这样的一个危害？去培养一个良好的身心有益身心的一个嗜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活动更结合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警察局、台南法院，伫咧会场内底设搭展示各种反毒宣导。教育局近期也会陆续推动这些反毒活动，为打造健康校园来努力。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来到安南区下西里活动中心，除了有花艺展览，也有一手工的创作品。其实这拢是历来长辈所创作的相当难得。市府为了让这些长辈伫家己熟悉的社区安心安全生活，嘛愿意行出来社交延缓湿地，所以各区陆续成立湿地友善馆，其中安南区伫下西里嘛正式揭牌。这友善馆呢成立了后，应该会当搁更加一步，搁较妥善的来呀，对这个长辈时代，会当做一个搁较妥善的照顾啦吼。希望讲吼，将因的失智的延缓会当甲咧。哪样等吼，吼，你这环境会当加讲话吼，伫这延缓失智的工作吼，会当做顺利吼。我们这个整个活动中心的一个活化吼，充分到利用，让我们社区的老人家吼可以来里面充分的学习。当然，这个学习过程中吼，也可以让我们的长辈吼，透过学习人际关系的互动吼，将失智的一个状况吼降到最低吼。新年东港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嘛，带领走唱团用长辈所熟悉的音乐来陪伴，伫轻松活动当中来上课，让长辈被尊重、受到支持。今仔将阮的3位曲走唱团来，阮唱的拢是因作因熟悉的台语歌，譬如讲，这个若是有一天吼，伊就是你讲，若有一天我若袂记哩，你就爱记哩甲我提醒。老大人伫遮个会唱，不如莫熟悉等等。哪唱歌，阮就哪甲伊讲一寡观念，譬如讲社区内底若有一寡有失智的人，咱应该安怎来甲伊帮忙。依照政府预估，因为高龄社会失智人口将超过30万人，其中65岁以上就占9成6，真需要病院甲社区照顾资源协力来到三工。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一来到海洋空间，随着光线色彩变化，就亲像行入海底世界同款。其实这款的变化，嘛是希望让生物的湿地更较深。该空间今年2月正式伫安平设厂以后，就提供民众免费参观。业者以珊瑚、番石起家，有过水的小丑鱼、冒新奇海马等等，拢吸引民众眼光。其中伫海底人工亲像山仔干，竟然是高细软，要互大家开眼界嘛，重知识。你讲到开眼界，原本海底种类就是这甲算袂清，包括网络嵌甲、外形亲像荷包蛋的海底才嘛有，以及各种毋是单纯透明，是本身就有色彩。加看心情真正会当放松，而且民众若想要饲，嘛有专业的评估。那如果说民众一般想要带回家饲养的话，先要看居家的环境会不会过热。如果过热的话，是不是要搭配冷水机？那如果是养珊瑚类的，可能需要搭配蛋白机。对，我们都有配套措施，那可以供民众去选择。海洋空间对于开放参观以后，每一天拢至少8到10位，已经超过原本的预期。特别是小朋友，更是看甲入迷。我们今天有看到各式各样的鱼，还有水母，还有海马，然后觉得很特别，然后很想要再次来到这里再看鱼。会想带回去养吗？会。海洋空间有教育有娱乐的效果，让业者有扩大一步一步成立观光工场的想法，嘛借此带动安平观光。在安平这边成立这种海洋生物的这个推广，就是希望说大家多认识一下这些海洋生物。它不单单是在海洋馆可以看，其实是可以带进一般家庭里面的。然后也是希望促进地方的观光啦。有机会都可以来看看，我们这里是全免费的。占地200平的空间，有专台品种上济、数量嘛上济海洋生物，欢迎你做回来亲近。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台南市文化局甲影响新剧场合作打造的16岁正青春艺术节青少年共同计划，伫文化部甲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支持之下，迈向第9档，透过参与共同事物、共同制作甲演出作品，
让青少年有无同款的体验。每一年都会带领南部地区的青少年，那今年非常特别，有来自台南、南投还有嘉义、高雄的青少年一起聚在台南文化中心，一起来就这个主题，然后一起来创意，然后来发想，一起来登大人。每年都谢谢影响心，带着青少年从剧本的编写、排练，一路成长到最后的戏剧的呈现。我想这是全台湾最独有的一个陈列的一个呈现方式，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些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一起来见证他们成长的一个戏剧的演出。文化局表示，活动举办到今，已经培育出将近400名的技术人才。这条培训计划加强青少年的艺文软实力，这次以地图作为演出主题，让这届青少年为当中感受到技术的滋养。地图这个在字面上，如果是英文的字面上，它比较有点像歧路就是说你在正规的这个体制上面，正规的路途上面，你可能会走岔路，好像乍看之下，好像并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一个字但是其实我想这个导演是非常用心。将 detour 这样的一个意象结合到这一次的青春艺术节。艺术节将在4月22号登场，有歌舞比赛、青春奇迹等一系列精彩活动。青少年共同计划 detour 将在8月11到13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进行售票演出。另外，为了配合文化部所推出的文化杯，也这次一个优惠方案，来鼓励青少年参加活动。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70岁吴先生发现家己半冬来脑后一直有物件感觉卡卡，而且后来佫出现烧声，原而生肿瘤到台南病院来看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是左侧梢状软骨有一个突出的肿瘤，后来经过显微手术，证实是良性的乳突瘤。因此，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朱元新表示。脑后卡卡有异物感，原因有真多，但一定要找出原因，才能正确治疗。喉咙异物感原因有很多，比较常见其实是消化性的问题跟过敏性的问题。另外睡眠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喉咙出现异物感的情形。比较担心其实是喉部内部有长一些异常的病灶啦，例如说是良性或恶性的肿瘤。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喉咙有异物感持续超过2个礼拜，那异物感还是都不会消的话，还是会建议要就医，去找专业的鼻喉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是单纯因为慢性发炎引起的啊，当然第一个是要去找出它可能的原因，如果说找得到原因的话，那就是避开那些可能的刺激性的因素。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像酸的、辣的东西啊，茶咖啡类的东西，或者是香烟类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导致你喉咙出现异物感，不容易改善。如果是这个造成的，就是把这些习惯给改掉就可以了。那另外，其实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制酸剂啊，然后黏膜分解剂啊，然后还有止咳药来改善喉咙异物感的症状。医师表示，切看的脑后良性的肿瘤，包括肺炎囊肿、血管瘤、加乳突瘤等。其中乳突瘤主要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造成。虽然是良性的肿瘤，但潜在有较悬的复发的风险。若无手术医治，大约有3%的乳突瘤会转变为恶性的肿瘤。因此，呼吁患者千万袂用来轻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警方荷枪实弹来到 KTV 扩大临检。来，证件麻烦一下。可以。来这边。暑假到，100名警力出现在基隆闹区执行青春专案勤务。不过，除了远警手持的冲锋枪之外，连难得出现这把抛弃式的电击枪也派上用场。往上拨到手动模式，就可以利用这个大拇指这边按得到按钮，进行放电，没错，这样。解开电阀，按下扳机，瞬间可以射出3万伏特的电流，可将对方击倒。尤其远景在狭窄空间遇上歹徒近距离攻击，很适合用电击枪来取代辣椒水。那抛弃式电击器，它可以近身用声音吓阻歹徒，也可以电击歹徒。那如果跟歹徒身上持有危害警察的武器，比如刀啦、棍啦，那我们就离他适当的距离发射。这个抛弃式电击枪，电击器有3颗子弹，
前2年疫情，青春专案规模缩小，今年警方大动作出击，就是希望提供市民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因为今天是7月1号，是青春专案的第1天，所以我们到辖区妨害青少年成长环境的 KTV 临检，劝阻这个业者不要提供青少年烟酒、槟榔跟毒品。暑假期间应该妥善规划假期，避免深夜在娱乐场所流连，维护自身的安全。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创作歌手魏佳莹亲自唱出自己创作的歌曲，这是台北友善店家主题曲。已经在台北市居住多年的魏佳莹说，自己真的很喜欢台北。泡在台北超过24周，因为我就住在台北。有没有什么特别去截取灵感的方式呢？因为其实我在台北也住了好几年了，但就是那时候刚搬上来的时候，然后朋友都会担心我，想说问我会不会不适应或不习惯。我想说，我好像觉得蛮好的，这个问题。对，而且很喜欢台北。我还有就是早上嘛，然后你好就是こんにちは，那白天的时候。白天才可以用。对。晚上是要用。こんばんは。与魏佳莹联手拍摄外语宣导片的网红伊库老师也分享自己与友人在台北店家消费的经验，直呼台北市真是太友善了。那个时候是见到我的朋友第一次来台湾，然后呢来到台湾嘛，然后想要让他说刚刚一点点中文。然后练习他，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大家都会用日文，全部都是日文来回答，所以你没办法用中文，没办法练习，完全没办法。老师刚刚要准备一下音乐的，有没有？在歌词填空游戏中，俏皮跳着时下最夯的花朵舞。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期盼透过让人朗朗上口的主题曲，加上多国语言的短影音，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到台北体验友善城市魅力。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观光呢，跟消费，我们的诉求的对象不是只有台湾本身的旅客，而是呢是国际友人。所以特别透过伊库老师，我们希望拍国外外国的一个语言，然后来宣传台北，让大家认识台北，也希望能够来到台北来旅行。那另外呢，魏佳莹的部分，他年轻人啊，创作一首歌曲来当做我们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也希望能够未来我们都用这首歌来当过主题曲，让大家认识台北的友善。因国门开放，已经吸引超过700家店家加入了台北友善店家服务。目前包括有英日韩外语友善、行动装置充电、穆斯林友善等共15项友善服务项目。未来还将加入高龄友善及失智友善，让服务更全面。未来我们还会做高龄友善跟失智友善这一块，把它加进去啊，那让我们社区让我们的邻里周遭能够感受到我们店家的一个诚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商圈推展出去、推销出去，让国际以及国内的各个地方的人士都能喜欢来到我们台北市，那这是我们尽最大的力量。有故事，台北友善店家，台北小旅行，由我带你走。除了延续台北有故事主题，规划7场次，带领民众走访西门、中山、大稻埕、士林、万华及民生社区6处特色商圈的友善店家小旅行外，即日起到8月14日，更推出由我带你走创意活动。民众使用店家优惠券或友好金进行消费，还有机会抽到10000元友好金。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就台北友善店家的网站，就今年参与的所有的店家的这个我们店家所有的名号，然后呢，大家可以去里面玩那个趣味的小游戏，完了之后呢，那个就可以得到优待券，或是有200元的这个友好金，然后之后你就拿着这个优待券跟友好金。你如果就再去我们的友善店家，就是200多家去消费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再抽几万块以上好的友好金，可以抽10000元以上的友好金，或有很多的家电产品，总共虽然不多，就36万，但就让大家一起来，透过这样过程之中，来让大家更多的店家来认同这样一个友善的概念。林奕华强调，台北市不只有丰富多元的特色景点，还有热情好客的店家服务，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台北这座城市的友善魅力。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